来看，从透早6点外，高雄阿莲的连山二路甲银湾路口发生一件死亡车祸。一个30岁姓林的士官驶的军用卡车要正弯的时，无让奥多麦先过哦，去弄到一对83岁老翁某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一个人受伤。17透早6点半，这台军用卡车驶伫阿莲的连山2路来到路口，准备要正过的时阵，因为无让直行的奥多麦先过，军用卡车甲奥多麦相撞，致使骑奥多麦这对83岁老翁仔某，一人死亡，一人受伤。受伤的是细单的查甫人，目前无生命危险。当地民众讲，这条路平时的车流量真济，附近阁有砖头，出入的人车未少。虽然路口无大，不过伊认为设计无问题。应该无啥问题啊。我细汉伫遮啊，所以拢同款啊。我若出代志应该无小心的啊。应该是无小心的啦。下来之后，我老公说：“好像很多警察在下面，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救护车啊。”警察说：“你不能看啊，因为就是很多血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”对。这边会很常出车祸吗？还好呢。警方表示，赛车是30岁姓林的中士，甲骑奥多麦姓陈的查甫人拢无食酒，因为风采姓黄的查甫人当场死亡。目前姓林的士官因为涉嫌过失致死，已经向移送桥头地检署继续侦办。初步研判是林男驾驶军用大卡车右转时未礼让直行机车，致发生事故。详细肇事原因将交由交通大队后续分析厘清。阿莲事故已经是4天内第2件军用卡车意外，这是伫屏东有一台陆军的卡车甲奥多麦对撞，造成骑车的查甫人死亡。这摆是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的军用卡车出代志，到底是军用卡车辅助行车安全的设备需要加强，也是士兵需要加强交通安全教育？空军司令部表示，后续会配合警方调查，持续加强官兵的赛车安全教育甲防卫驾驶观念。记者柯家祖、柯昭阳、高永昌报道。